上帝啊，伫你的殿内，阮少念你永远的慈爱。六兄姐平安，真欢喜甲大家做敬拜上帝。这时，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53首，全能独一的王。圣诗53首，请起。这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你创造天地甲海，甲其中所充满的，你予日月星辰排列伫天里，四季照起工来运行。你出日，互万物得到温暖；上时，你也落雨灌压川河，互地上发热结实，养饲万人，甲所有的动物。虽然有时也会做风台、淹大水，有时也会大地震，造成灾害甲损失。总是这个宇宙万物伫咧你的业力下面，已经流传万年久。天父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愿要来感谢俄罗你。天父上帝，这时愿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你的赦免。诚做你的囝儿，你以爱阮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透过读圣经，透过牧师的讲道。望阮会当哪来哪像耶稣。主耶稣本体就是神，但是伊确实无因为伊是神就来骄傲。伊谦卑顺服，
好亲像杨哥要互掠去台，也是无出声，甲主耶稣来比拼，阮感觉真见笑。阮伫教会做服侍当中，无管是伫小组、伫团契、伫诗班，甚至伫同工的会议中间，阮常常感觉家己的想法上正确，阮感觉家己意见上重要。如果意见若无被采纳，就受气、伤心，甚至冤家相骂。阮做基督徒久久，阮读圣经，阮听牧师传讲道理，确实无法度将上帝你的话刻掉伫咧阮的生活中。天父上帝，恳求你来赦免阮，互阮有气力来对付家己的骄傲，互阮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迄款温柔、谦卑、顺服。互阮逐人无搁来图谋迄个虚假的荣耀，只有存心来谦卑。逐人拢会当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互双连教会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成做合理心意的基督徒。天父上帝，这时我若要恳求你施落你的大疼痛伫咧双连教会。双连教会是奉你的名设立的教会，100年来，你赏赐双连教会做地上的产业，但是阮真清楚，阮属天的产业还阁真欠缺。上帝啊，阮拢知影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阮也知影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专能的上帝。阮拢真敬畏你。上时，阮也常常伫讲，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但是，阮兄弟中间，检查有侪人也毋捌体验过上帝你的真甲你的活。这时，恳求上帝你差遣圣神来感动阮，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对阮讲话，体验你的真实，互阮的心无滴到空空，互阮会当哪来哪听你，哪爱就近你。天父上帝，这个暑假期间，教会举办真侪青少年甲儿童的活动，恳求你来祝福。会友中间，检查也有身体欠安，也是亲人逝世的；检查也有经济困难、心内创伤的，恳求圣神你安慰夫妻，上时也感动兄弟来去关心、来去帮赞。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这时阮要用助理教示阮的祈祷文，同齐出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这时，咱来三个启用。启用文第4篇，伫圣诗后壁第37面，圣诗后壁第37面。
经文第4篇，检查这写毋对，先后壁第5面，吼，第5面。我来刻，大家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圣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乐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是咱过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01首，201首，救主疼痛的声，请起立。Yeah.
谢谢。这时，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欢喜来唱歌。真水的歌声，愿一切荣耀拢拢归个天顶的爸上帝。这是咱来强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是记载伫
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6到29节。现代中文是254页，台语和日本是187页。我只是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兄弟姊妹啊！就会记着上帝呼召恁的时，恁是踮伫倒一种的境遇中间。对人的观点来看，恁真少是聪明的，真少是有能力的，真少是有高贵地位的。上帝故意拣选世间人所认为愚戆的，来互聪明的人见笑。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来互坚强的人见笑。上帝也拣选世间人所轻视、所厌恶、认为无重要的，来破坏一切一向被认为重要的。人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以上，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来传讲的信息是。木星系列第8讲自卑，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自卑这个题目，这是咱生命中间的一个缺点。咱要借着上帝话，将伊调整过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应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将你的话赏赐互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调整阮的生命。主，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恳求你赐互阮有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有气力，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耀你，来祝福阮本身，以及甲阮所接触的人。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特别进入咱今日的主题进前，有一点想要大家说明，就是咱伫中文圣经中间常常会看到自卑这个字出现，但是咱知和合本圣经是伫大概100年前所翻译的，迄个时阵的用语，甲咱今日的用语有小可无共款。咱伫和合本圣经中间翻译自卑这个字通常是指这个自我谦卑的意思，也就是讲这个人真谦卑，伊清楚家己是有限所以无要过头骄傲。这甲咱今日所讲的自卑感的自卑是无共款。咱今日要分享的自卑，是指一个人对家己所拥有的能力，还是所拥有的条件的评价真低，就是感觉家己真无价值。这种感觉影响整个人的生命。这人常常会感觉讲，我去用否定，我去用拒绝，去用看轻，去用欺杀。自卑甲谦卑其实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就是讲对家己有肯定无。谦卑的人，伊虽然知影家己是无够野不足，但是伊基本上伊肯定家己的价值，所以伊会当倚靠上帝来调整、顺服上帝的心意。但是自卑的人，感觉家己无价值，甚至感觉家己无法度互上帝使用。所以这种自卑感其实毋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咱今日要来对付的问题。当然，咱来理解就是讲自卑甲骄傲因其实是兄弟姊妹啦。有的自卑的人，伊往往会用真自悬自大的方式来掩盖家己的自卑。所以这是咱爱对付的，因为咱理解骄傲这是若甲二古书典讲，骄傲是上界大的罪。所以因为自卑有可能会引起骄傲，所以咱爱面对这个问题来调整。首先，咱先来看自卑所产生的原因。因为人失去了信心，总是有一寡原因。
咱来了解这个原因，然后来对付伊。首先第一种原因吼，就是如果一个人吼，伊不断活踮伫被拒绝、被否定的经验中间，伊就真有可能会产生自卑感。这人常常若被否定、被拒绝，到尾啊，对家己就一点仔嘛无自信。即款无自信，有可能反映伫无共款的，有个人会沉沦，有个人伊用别种方式来表现家己。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亚弗他因为咱即摆咧读咱每日亮光即摆咧读约翰福音书嘛结束了，咱就来读士师记士师记中间有一个亚弗他圣经一开始讲亚弗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我表示真敖小战，但总是后壁面讲伊的老母是基路伊的老爸叫做基列。基列去外面，甲一个基路生了这亚弗他。所以亚弗他自细汉可能去用否定，去用看袂起。伊较大汉了，煞去互伊的兄弟来赶出去。因为伊老爸甲基列，甲伊的某有生真侪囡仔。这囡仔大汉了，拢拿这亚弗他来赶出去。伊讲你无资格甲阮分财产，因为你是基路所生。所以亚弗他伊个是真敖小战，所以安怎？伊表现伫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伊去找一寡罗马，组织一个团体，我圣经无讲伊咧做啥物，但是咱可能知影讲，伊是用即个无真好的暴力的方式，来趁食。结果后来，因为因甲亚门人要相战，所以以色列长老较去找伊，因为伊真敖相战。较互伊拥护伊做领袖，做士师，这是亚弗他。所以咱理解来讲，当一个人被否定，伊有可能会无自信了，拢自卑。咱拢有可能有拄着即款的问题啦。因为咱知影，即个世界有时互咱建立一寡错误的标准。递到真侪人为着满足这个标准，佫无法度达到，所以。被否定、被拒绝的，下面就会自卑啦。譬如讲，我本身我常常咧讲我的外表若生伫古早可能真好啦。因为我这头大面似风，肚大鸡仔王这耳垂佫真大这生伫古早真好，但是即摆到现代上晚生若生伫现代，即摆现代标准是爱散散热热人讲高富帅所以有时阵细汉时，其实我细汉时较袂啦，一直到大学的时阵有一遍去参加舞会啦你敢知影舞会舞会就是我嘛装头了真整齐呢去参加舞会，去邀请人查囡仔甲咱做伙跳舞对无？叫第一个真客气，甲我拒绝啦。佮邀请第二个嘛有真有礼貌甲我拒绝啦了后我就走去边仔食米就开始无法度伫遐跳舞后一遍就无要去参加因为去用否定，去用拒绝因为人拢看外貌啦所以我就以后就无爱去参加舞会，因为对家己有无信心啦所以有时阵咱生活伫即款的价值标准内面你若无建立好家己的信心可能有时阵会产生迄个自卑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若要害你的家庭破碎，足简单，无需来教，就是讲恁伫家庭中间互相否认、互相否定、互相批判，你着来等于来恁某嫌讲伊煮菜煮歹食，身材无好，佫讲话伤大声，太太着先生嫌讲你这没有出息，别人拢安怎，你若要互你的囡仔有自卑感，真简单，你着人来否定，讲你遐尼戆，这代志拢无好，你若安尼家庭若互相否定、互相批判，这家庭马上就破碎，因为自卑感就会产生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产生自卑感的原因就是啥物？就是活踮伫比较的环境中间啊。一个活踮伫比较的中间，常常会互一部分的人产生自卑感，
因为比较就是比输赢嘛，吼。啊，赢的当然真好啦，但是输的一方面就是受伤嘛。啊，若常常比较，啊，常常家己的条件佫无够好，常常受伤，啊，年久月深了，就产生自卑的心理。圣经中间上较典型的，我举一个嘛是士师记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基甸，基甸咱知影，伊嘛是做士师呢，但是咱理解，伊虽然真有能力但是伊胆真细，对家己无信心。上帝第一遍呼召伊的时阵，伊伫倒咧读册啊，伊伫迄个炸酒池内底，人咧读册啊，拢嘛伫迄较头较济所在，伊秘伫迄个人咧做酒的迄个一个窟仔内底，因为惊对顶嘛，然后迄个上帝来呼召的时阵，伊讲安怎？伊讲主啊。我怎样会当解救以色列呢？我是上玛拿西之族，上界弱，还讲上界颂扬的宗族。我是厝内底上界无重要的人。伊讲上帝啊，你可能找毋到所在哦。上帝去即个伊的故乡叫做俄弗拉，即个所在找俄弗拉的意思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讲，迄个亲像灰尘遐尼细，亲像土沙遐尼细。微细一个所在，讲上帝啊，你找毋到所在啊！我是玛拿西之族中间上界弱的一个宗族，你对象找毋到。啊，刚才你若找到对的宗族，你嘛找毋到厝，因为我是厝内底上界无重要的人，所以基甸嘛因为比较的缘故，伊拢是甲别人比嘛，我是上界颂扬的，我是上界无重要的。安尼久，伊就对家己无信心。所以咱看起着伊为虾米无信心的中间，咱看到几个例啦。伊拢要求上帝爱互伊看到迄个印证，所以伊毋干那对家己无信心，对上帝嘛无信心。所以即款活点伫比较的环境中间，人比较较容易产生自卑感。第三种。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迄个一生拢真顺利的人，那突然间拄到一个大的失败，即种人自卑感就产生，无法度对这个失败的中间来行出来。咱知咱人生总是会拄到顺利，嘛会拄到困境的时阵嘛。但是有的人拄到较大的困境的时阵就无法度对这个失败中间行出来。比如我有拄到一寡人，伊拄到暂时的失败，暂时尔，所以规个人拢封闭起来，毋敢甲别人接触。惊见着朋友，别人来问去，惊见着亲人，家己会关心伊，别人的关心变做伊的重担，伊感觉无面子去面对别人，自卑感就产生，感觉无法度甲别人做伙徛起。这咱举一个例，咱看起着耶稣受难的即个代志其实对耶稣的学生。实在是因生命中间一个真大的失败，因为因真侪人放弃一切来跟对耶稣，但是无想到耶稣竟然去互掠去，佮去互钉伫十字架顶死。其中上界受伤上重的，我相信是彼得因为彼得伫耶稣要受掠之前伊个大勇敢保证讲，耶稣啊，你若去互掠去，我对你互掠去不要紧，我就是为你受死嘛不要紧。再三保证，但是主要说来讲其实你无偌久了，你就要3遍无认我。果然无偌久了，彼得就是软弱到3遍无认主嘛。所以咱理解彼得拄着遮尔大的挫折、失败了，伊自然就是灰心丧志嘛。所以虽然耶稣搁我对因显现了，伊嘛是安那，伊嘛袂记起耶稣过去交代伊的使命，伊就转去甲。迄个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会遐去掠鱼嘛。咱最近有咧读即个约翰福音书对无？咱来注意看，约翰福音书应该爱到20章就结束啊。因为你看20章的最后一句，其实迄是一个结论啦。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加一个21章？因为21章是记载耶稣去到提比利亚海，伫遐搁一遍互彼得有机会。
对即个失败中间会咱行出来。所以耶稣来问讲：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较赢遮的无？问3遍，就是互用3遍听的宣告，互伊撤销进前3遍无认主的过程，互伊对迄个失望、失志、自卑的中间会当佫徛起来，执行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所以有可能人拄着一时的失败，有可能着自卑感着产生。所以无论是活踮伫被否定的经验中间，还是活踮伫被比较的环境中间，其实是得到失败的人生中间，造成所有的这自卑感，咱爱想办法来调整过来。下面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观念，这4个观念爱放伫咱的心中，咱会当利用咱的周报内底的这个大纲来填写，咱来记伫咱的意识中间，帮助咱来拄掉咱生命中间即种上帝无欢喜的自卑感。第一项，咱来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检测咱会去用否定，咱会受人拒绝，但是咱是被上帝接纳的。咱来明白，伫上帝眼光中间，咱拢是伊所创造的宝贝。伊完全接纳阮。圣经中间做事的人安尼讲，人算做是啥物？人遐尼卑微的，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啥物？你竟然看顾伊、眷顾伊。咱遮尼卑微的人，上帝接纳咱，伊真心看顾每一个属伫伊的囝儿甲查某囝。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的中间检测有时会去互人拒绝，去互人否认，去互人冷淡对待。有一寡人为着要别人接纳伊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讲我只要表现了合伫对方的要求，一定会去互对方接纳。所以我看到真侪囡仔真可怜因为着要满足伊的老爸老母的期待伊都明明伊的温书无伫遐，才能无一定甲伊的老爸老母所期待相共。但是为着要满足伊老爸老母的期待排真重的重，为着要满足伊老爸老母的期待，所以伊要尽伊的气力去做甲伊老母要求的标准。若佫做袂到的时阵，就真艰苦。所以咱有时即种错误的观念讲咱只要合伫对方的要求会完美，对方一定会接受咱。其实这有2项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讲，咱中间所有的人拢是无完美的，咱无法度去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啦。因为咱拢是罪人嘛，咱拢无够也好嘛。第二个错误就是，检测咱会当尽可能做到接近完美，但是也是有人袂接受你，亲像耶稣是绝对的完美嘛，但是真侪人嘛气煞伊，甚至将伊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即款的观念咱来转变落来，咱来理解，上帝是一个疼咱的上帝。人之所以会被接纳，毋是建立伫这人的完美无欠缺，是建立伫要接纳人的人的诚实甲疼顶面。上帝是一个疼咱的上帝，伊有完全、诚实、健全的疼。所以检测咱是罪人，上帝嘛是互伊的囝替咱来死。特别上帝实在是疼咱，所以伊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知影，互咱有一个典范会当学习。咱看见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伊对待每一个人，拢是遐尼，就是拢是接纳每一个人。伊甲送向人做朋友，无论这甲尊贵的人做朋友。所以伊无看人的尊贵或者是卑微，伊拢表现上帝对伊的疼。咱若看路加福音书15章，这个浪子的譬如，互咱知影。检测咱若亲像浪子相款悖逆，但是如果咱若愿意悔改，转向上帝，上帝就亲像一个慈爱老爸，来接纳咱每一人。所以咱检测无完美，上帝嘛接纳咱。这是咱第一个爱建立的信念相对的，咱嘛爱想，
咱毋通用人的世间人的眼光去看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咱若爱亲像上帝同款去接纳每一个无共款的人。咱看见着来到台湾宣教这宣教师，因去接纳的就是这伫社会中间去用轻视、去用拒绝、去用否定的人。我前一阵有一个机会，甲即个伫花莲玉里服侍即刘一峰神父，吼，伊是对法国来，吼，我都有一个机会甲伊见面，吼，伊对法国来25岁来到咱台湾，吼，而且奉献今年已经77岁，吼，超过50档的奉献。伊来到花莲的所在，伊来到台湾的所在，先学华语，后来伊发觉讲，伊去到花莲，发觉真侪人拢讲台语，所以伊去学台语。后来伊接触客人，伊去学客语，吼，接触原住民，伊去学原住民的话，都是真认同这个人。咱台湾唯一路面上无流浪汉的，无遐解药的所在，就是花莲的玉里。为什么？因为刘一峰神父伫遐服侍，伊去接待遮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接待遐身心障碍，也是讲年纪较大、无依无我的遮老大人，也是讲有一寡人犯罪，人拢无要接纳伊，伊拢接纳伊，帮助因，甚至到伊老爸老母过身的时阵。将财产要分互伊，伊讲无爱，我都分互其他兄弟。因老爸老母讲袂使，即份一定爱互你，看你要安处理。伊拢将伊老爸老母互伊的遗产，但变袂掉，全部拢用伫遮关心遮需要的人，接纳每一个人。我甲伊见面的时阵吼，我甲伊握手讲感谢你为阮台湾人所做。伊拢我讲，我嘛是台湾人。伊讲伊住伫遮50几冬啊，伊嘛是台湾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上帝咧看人，就亲像安尼。咱人看袂起的、无接纳的、拒绝的，上帝拢接纳咱。咱嘛要用即款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第二项，咱来建立的一个信念，就是检测咱会去用淘汰，咱会去用拒绝，会去用否定，去用弃杀。但是上帝拣选咱。这是种特别的稳定。检测人无要选咱，弃杀咱，看咱做无路用的愚妄人。但是上帝是拣选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保罗安尼讲，对人的观点来看，伊对哥林多教会人讲，对人的观点来看，恁真少是聪明的，真少是有能力的，真少是地位高贵的。但是上帝偏偏要拣选世间人认为是愚妄的，来互聪明的人见效。因为愚妄的人虽然无算聪明，但是愿意信靠上帝愚妄人，伊得知影家己也是愚妄的，所以伊袂靠家己的小聪明，会凡事求问上帝，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安尼上帝的智慧就成做伊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愚妄人的道理啊！咱看见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中间大多数拢是真平凡的人嘛，无一个是学者，但是上帝就是使用这群人来改变世界。我常常咧想，我拄则举迄个吼，我若今仔较悬10公分啊，较缘投淡薄吼，今仔可能毋是安尼啊吼，就是讲因为迄舞会我都无兴趣啊，所以我就去参加团契、参加教会。对舞会到教会啦，伫教会中间受接纳，伫遐知影我会当服侍。因为上帝毋是看咱外貌的上帝，使用咱的文字去应光上帝，这是上介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今仔会当做一个专职的传道者，毋是用世间人的看法去看。去竞选，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竞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可能无法度达到这世间所有的标准，但是上帝毋是要敬这世间人的所敬的，伊是敬迄个伊所要使用愿意顺服伊的。
即咱来有一个信念伫咱的心中。第三项，就是检采去用轻视啊，咱被上帝看重。咱中间可能大多数的人拢毋是世间所有的牛人，但总是虽然即世间的人会咱轻视，但是咱被上帝看重。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讲，上帝拣选世间人所认为软弱的，来互坚强的人见效。上帝嘛拣选世间人所轻视、所厌恶、认为无重要的，来推翻一向被认为重要的，互人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所以咱会当理解，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拢有价值。检采因为人的软弱，咱被轻视，但是咱是被上帝所看重的珍宝。咱知要看一项物件到底有价值，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讲即个物件是用偌济代价去买的。咱来理解，咱每一个人，咱中间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用重价赎回的。保罗先生讲，恁是上帝用重价买来，这代价是啥物？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嘛。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破碎伊的身体，流出伊的宝血所换来。咱毋是清清彩彩被拯救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换来。虽然真宝贵，咱真有价值，是上帝开真大真大的代价所买来，甚至咱每一个人拢是无价。所以咱来理解。第二项，一个物件要有价值无，爱看这个物件是属伫啥物人的。我记得我古早常常爱看一个这电视节目这日本的电视节目，伊就是有一群人咧评估这个物件的价值，评估这个物件的价值。往往一个咱看的真平常的物件，因为伊过去捌互每一个伟大的人使用过。比如讲这件衫，啥物伟大的人穿过？哇，这件衫普通的衫变做一个有价值的，因为这件衫是属伫迄个人。所以咱第二点，咱来理解，咱是属啥物货？咱是属耶稣基督的。圣经中间保罗咱讲，恁是属基督的，咱的主人是基督啊。所以咱理解，咱是被耶稣基督所拥有，所以咱是充满宝贵的，是价值非凡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第三项，因为咱是上帝所重价所赎回，咱是也属伫耶稣基督，所以第三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来展现出咱的价值啦。咱亲像一块宝石，这宝石外面可能去嵌一层涂刷，咱爱来磨，互这宝石的光辉会当发展出来，互世间人看见。圣经中间讲，上帝是咱的创造者，伊借着基督耶稣改造咱，借着基督耶稣把咱调整，把咱外面迄个涂刷来磨出来，爱咱行好，表现出基督徒的芳味，这是伊早已经计划咱去做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计划就是互咱的生命丰盛起来，而且用咱的生命去分享，去带互别人祝福。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检采拄则有讲过，咱伫人生中间遭遇着失败，拄着失败的时阵，咱有一个信念。检采咱拄着困难，拄着挫折，咱也阁有上帝。对伫因为遭遇人生有挫折来自卑的人，圣经嘛，互咱真好的鼓励信息。咱看伫诗篇22篇的24节讲，上帝无忽略困苦的人，无袂记即因的苦难，伊不但无气杀伊，反倒转听因的呼求。咱的信仰就是甲咱讲，伫咱的生命的路程中间，咱有时会拄着顺境，有时嘛会拄着困境，有时甚至严重到咱真恶得承受甲承担。但总是，咱袂记即
顶面这段经文对咱的鼓励，就是上帝永远伫咱的身躯边，无离开咱。伊甲咱同受苦难，伊支持咱，会带领咱经历迄段真困苦的路途。亲像伊早前带以色列人行过真困难的旷野同款。咱唯一爱学习的就是安怎，咱爱保守咱对上帝的信心。咱爱了解咱是有价值的，是上帝所保守的。咱无离开上帝，咱毋通自卑，毋通家己埋怨家己。咱所信靠是全能而且疼咱的上帝。只要咱专心倚靠，的确得到上帝真大真大的保守。今仔这段信息是分享给每一个教我同款，伫经历人生的路程中间，捌拄到困难，感觉无自信的人，咱来深深了解上帝是一个真正疼咱，甲咱经历人生的困苦的上帝。靠着倚靠上帝，咱要互上帝使用，成做荣光上帝祝福人的器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教阮三甲伫地，用你的圣神带领保守看顾阮。阮中间有心灵忧伤，有肉体拄着困境的兄弟，或者是拄着亲人死失、心内艰苦的人，主。愿在你永远甲阮三甲伫地，永远看顾阮。阮恳求主，你将即款的信心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会当学习时时倚靠你来得胜，时时倚靠你行出自卑自怨的人生，行入你所应允互阮丰盛的人生。阮感谢主，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这时，咱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疼。圣诗27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
谢谢。这时，咱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今日头一遍来到圣灵教会，你也未填写留名卡的，伫你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填写，互阮通仔来甲你欢迎。这是咱来奉献。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的爸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的财前，感谢你，互阮食穿无得到欠缺，也感谢你，互阮日日有你赏赐的平安。这时，阮献上淡薄，诚做你圣工的内容。我来祈祷感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这时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4页。即马咱进入热天，有真侪台风。那如果拄到台风的时，咱教会每一场礼拜拢照常来举办。
但是所有的其他的活动啊，比如像查经还是团契，这活动就来暂时停止，请每一位会友大家考量本身的这安全来参与教会活动。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项第一项，泰雅尔中会铁力库教会部落农产直销有冠军的这拉拉山有机的水蜜桃，欢迎兄弟大家来选购。这详细这嘛是支持原乡教会。第二点，我来报具体关怀。第一项，恭喜本会会友陈梦中弟兄的查某囝陈世明甲姐妹甲邱凯华弟兄，要伫个7月28，伫个本周六就是这个礼拜六下晡3点，伫个走了礼拜堂，就是咱这个所在来举行因的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的全家。第二点，本会会友陈英斌弟兄伫个7月12安休主怀，定伫8月初9，礼拜四早起9点半，伫个台北二滨至善一厅举行日月礼拜。而且伫个当日就是8月初9的下午1点半伫个点半，伫个本楼的10楼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点，本会会友陈衍成弟兄，就是陈建奇执事的小弟，伫个7月13安休主怀，定伫7月28，就是原来是这个拜六早起歹势下晡1点，伫个二滨的至善一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伫7月29日下午1点29，就是礼拜日过灯工下晡1点，伫个北海湖座举行安葬的礼拜，请兄弟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这个所在来补充，咱伫个周报内底无写着，本会会友陈文哲弟兄的妈妈林美惠女士伫个7月20安休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这是咱来看第5页，圣乐委员会消息。第2点，爱乐管弦乐团的夏令营伫个7月28到30，就是拜六到下礼拜一。伫个相连社会福利园区甲山域基金基督书院这个所在来举行这个营会。报道时间是7月28，拜六早起8点，伫个805教室。请报名参加的来请准时来出席，会记这该带的物件。有定7月30，就是拜一暗时9点半会转来到教会，请大家为了这团员、这囡仔出入安全，甲因的这个时间，因的迄个服侍来祈祷，请牧师来补充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叫李伯廷先生李伯廷同学，现在中间李涛请假欢迎欢迎欢迎请坐叫汪耀国建婚夫妇，伫家欢迎欢迎。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无介绍着。咱请等即几位贵宾咱边仔人来带去咱的贵宾席咱会同工做进一步的交代，欢迎恁来。牧师有几项事来报告
咱看到拄则有报告过，就是讲，即个太海岛总会体力库教会，因有将因所生产的即个水蜜桃摕来教会吼，来贩卖吼，应该是伫一楼的所在吼。咱知即摆台湾的农民实在是真辛苦吼。你若天气无好欠收吼，绩效当然利益就真少吼。但是若丰收的时阵吼，反而迄个绩效就去降低啦吼。所以做台湾的农民嘛真辛苦。所以咱来参与伫因的来帮衬因吼，大家的即个水蜜桃吼，会当来购买吼。一方面来支持吼，也爱是将替即个山区的教会来祈祷。应该等下伊会摆伫即个一楼的所在，而且大家若有需要会当来购买吼，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佫有咱伫即个市区有真侪只的活动举行吼。特别是这儿童甲青少年的真侪活动，拄啊当结束的这个宣教营吼，这学生真辛苦吼，伫迄个环境，就讲迄个因个教会吼，无冷气的情形下面，因伫遐在进行吼。我看我昨有拜五，我甲洪德长老有去来看吼，因真认真表现了真好吼。咱上时阁有未来要进行的这台北囡仔，阁有即个即个音乐营吼，即个部分咱也持续为这个代志来祈祷。阁有真侪这青少年已经举行了这文导营，未来阁有真侪这活动，咱拢替这个暑期进行的活动来祈祷。互咱透过这活动，真正互这个细囝、青少年会当得到真大的帮衬吼。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得到激励。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会当彼此接纳，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阮也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束缚、保守、看顾，帮助因伫困境的中间，倚靠上帝来得到帮助。主啊，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暑期所举办的逐项的活动，互这活动真顺利来进行。阮将这一切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带领。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佫有一点，就是等下礼拜结束了后，如果若需要代祷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到即个头前的所在，咱代祷的同工会来服侍大家，多谢。这时咱来吟散会诗，吟诗了，请牧师来祝祷。圣诗515首，圣诗515首，请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岛社温享受车见。